第55篇，喚醒內心的良知。馬可福音14章20至21節，耶穌對他們說：是12個門徒中同我蘸手在盤子裡的那個人。人子必要去世，正如經上指着他所寫的。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！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。喺今日嘅經文入面，耶穌預告門徒入面有人要出賣佢，但係呢個人係邊個呢？所有門徒都好關心，大家都問主啊，係咪我啊？耶穌回答：嗰個同我隻手一齊喺盤入面攞嘢食嘅人就係佢。嗰個係猶大，但係猶大聽見咗，仲係執迷不悟，走咗出去實踐佢嘅計劃。每一次讀到呢段經文，我都會諗，點解耶穌明明指咗猶大出嚟，佢仲係要出賣耶穌呢？好多人認為係因為猶大貪錢埋沒咗良心，呢個或者係原因之一。但我相信仲有其他原因，以致佢可以一啲都唔掩飾咁喺眾人面前走咗出去。但嗰個係咩原因？聖經冇講，我哋就唔去推測。但係可以肯定嘅係，佢係錯咗，因為耶穌話呢個人唔生喺呢個世上仲好。從猶大嘅行為，我哋可以聯想到自己，好多時候我哋都有猶大嘅影子。就係話，就算有人明明指得出我嘅錯，但係本少爺或者本小姐唔中意聽，又可以點啫？結果就更進一步咁錯到底。咁樣睇嚟，到底係邊個先可以喚醒罪人唔犯罪呢？我諗應當趁住我哋嘅良心仲有知覺嘅時候，求聖靈喺我哋心入面工作，先可以救我哋脫離兇惡。